嗱，局長好老實講，成份施政報告3個幾鐘頭，我最失望嘅就係運輸物流。不過呢，我又唔係針對你本人同埋你嘅團隊。其實你哋呢度我個個都識，我尊重你哋又佩服你哋。你哋應該都有好多難言之隱啦。其中應該最緊要就係錢啦。好啦，嗱，我而家有2個問題問你嘅啫。紅前鐵路呢，就話2034年落成，咪施政報告呢，係咪都要提下佢嚟到洪水橋跟住點呢？咁你呢，就前排就話全力做北都啦，冇錢起人工島啦，咁啊紅港鐵路就唔傾啦。咁啊我都接受嘅，因為佢而家公屋已經夠啦嘛。咁你搞呢個人工島起私樓，咁嚇死嗰啲今日嗰啲即係要擁有私樓嘅人士啦，用不如到時有8萬50萬幾㗎。嗱，咁啊不如呢，就淨係話洪水橋起到欣澳啦。咁啊深圳同胞可以轉乘呢個東涌線啊、荃灣線去九龍啊、港島啦。咁亦都最緊要表示呢，全港嘅市民啊，透過3條本地線可以直達深圳西，喺深圳入邊一地兩檢，唔係1條，係3條。嗱，咁呢先至稱得上話係大灣區融合啊嘛。咁唔係嘅，中央聽住我講嘢，佢都皺眉頭啦。係咪點融合啊？得1條線，你仲要整2個口岸喺深圳灣喎？梗係物盡其用啦，係咪，局長？嗱，咁你之前呢，就都公開接受咗我哋嘅建議啦，跨境項目呢，例如紅前鐵路呢，用內地標準、內地勞工減低成本啊，大致上都慳到30%啦。30%呢，其實真係一個你哋應該研究嘅。咁你話如果洪水橋去到欣澳嗰一橛，其實係紅前鐵路嗰個延伸嚟嘅，其實嗰一橛。正如你而家北環線咪一頭一尾本地，中間嗰橛去咗落馬洲，咪諗住內地標準嘅，內地勞工嘅，嗰度一樣係同一個原理，你可以用呢樣嘢起，慳成30%成本啊嘛。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你今日點都要俾一個回應俾我，你唔好唔睬我，你話俾我聽冇錢啊冇錢。如果你話唔值得做呢，我就好大反應。第4條跨海隧道。盧議員問咗係咪？你將來得2條路走啫。一係呢，你起咗北都先，睇下會唔會將來冇人嚟香港翻工啦？個個揸車去北都翻工。嗱，如果你啱呢，第4條唔使起。第2個做法呢，將來跨海隧道呢，加到100蚊，每架車100蚊，咁實冇人揸啦。田議員注意下啲時間啦，留翻啲時間俾阿局長。阿局長，跟住行車隧道嘅收費啊，主席，行車隧道嘅收費呢。就個原則係用者自負啦，收回成本啦。咁你而家知道發生咩事啊？你講咗一大堆咧，香港仔收支平衡，你係加3蚊。咁啊，九龍繞道咧原本收10蚊都蝕嘅咧，而家再減到8蚊。咁啊，你知啦，大欖就到賺啦，5億啦。咁我問題好簡單嘅啫，你其實會唔會有一日你原則方面嘅説法，你會改變，唔再係收回成本啦？如果你唔改變嘅話呢，你就要話俾我聽，大欖非繁忙幾時減到免費？唔該。因為田議員差唔多用晒啲時間，咁啊請下局長你2條時間揀1條，或者你都精簡咁一句2句答咗阿田議員先。唔該，局長。我係會想主席之前嗰啲有5分鐘啦，你俾到5分鐘啦。因為田議員喺另外嘅事務委員會咧都有表達過意見，當時因為時間所限咧，我都冇乜機會答你。其實咧，我諗就住你第1條咧，由洪水橋至到去即係你所講嘅，譬如欣澳咧，我都想同阿田議員同埋咁多位議員可以講講咧，就係喺我哋做緊而家嘅港深西部鐵路裏邊咧，當然我哋會任何嘅一啲方案。能夠係擴展我哋香港同內地嘅接駁，亦都可以更好地咧係可以服務我哋日後市民出行嘅需要咧，我哋都會積極諗。包括咧阿洪議員同埋我相信阿張欣宇議員都有過去咧有提過，由洪水橋嘅嗰個站延伸到譬如欣澳嘅地方咧，大家咧我哋都知道咧嗰度所涉及嘅嗰個路段咧，的而且確咧，無論你走隧道或者係走天橋咧，都係相當長嘅。咁所以咧成本同埋個效益咧，永遠當我哋去推動交通運輸基建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去評估。我覺得而家咧我哋去講緊香港嘅鐵路嘅標準，
我哋係將最好嘅納入喺我哋香港未來個建築嗰度。除咗我哋希望提升個工程嘅質素呢，我哋都能夠呢係用一啲最好最新嘅技術，能夠減低個成本。呢個係我哋嘅心願嚟嘅，亦都係我哋嘅目標。咁所以呢，可以同大家議員分享就係話，我同我嘅團隊，包括我哋後排路政署嘅同事同埋顧問公司呢，一定呢會好重視呢方面嘅意見，亦都呢會喺個技術嗰方面呢去盡量研究。任何有啲可以去延展或者係更加能夠令到我哋將利用呢個廣深西部鐵路可以延展到去係咪可以更好地接駁我哋嘅機場啊，或者係一帶地方嘅一啲嘅住宅發展呢，我哋都會諗。但係當我哋諗嘅時候呢，我覺得我哋應該持一個更加開放同埋創新嘅角度。除咗傳統嘅做法，重鐵，其他嘅一啲接駁嘅方案，我哋而家講一啲嘅綠色智慧嘅集體運輸系統啊，甚至自動車駕駛啊，咁呢啲其實我哋都應該要諗。最緊要呢，先從一個技術嗰度呢，我哋去做足我哋嘅準備功夫。咁我相信，如果我哋日後有得啲多啲嘅諗法呢，一定呢會係好樂意呢嚟到議會嗰度呢，同議員大家一齊去分享同埋研究嘅。多謝主席。